介紹嘅單位係位於奧運站嘅第八海灣，實用面積大約600平方尺。設計係要喺深色同開揚之間取得完美嘅平衡，令深色唔會顯壓迫感。戶主一人居住，鍾情深色調帶嚟嘅沉穩，同時又希望保留到屋企通透嘅空間感。電視機牆一直由玄關伸延到去客廳，牆身用咗木材同雲石拼湊，平衡嘅儲物櫃深色嘅溫度，令到成個感覺更加自然舒服。設計亦加入咗少量嘅金屬同埋鏡面元素作為點綴，例如係展示層板、吊燈，提升咗整體嘅設計感。因應戶主嘅個人喜好，主人房都用咗比較深色去打造。我哋特別喺床頭板做咗抹布同埋黑鋼唔同嘅質感，配搭咗特色油漆，提升咗視覺上嘅層次。主次貫徹咗淺色調石紋牆身，營造咗精緻溫暖嘅質感。而客次就預留咗位置俾戶主擺放貓廁所，滿足佢幾隻小貓嘅需要。另一個客房就係俾戶主媽媽平時間唔中過嚟留宿，設計簡約，床頭有質感嘅特色油漆，打造層次感，以放鬆為主。去到廚房嘅位置，呢度刻意利用咗玻璃趟門取代普通嘅間隔門，營造咗通透嘅效果，亦都有提升咗成間屋嘅採光度。